经过阮的手所做的工，经过多一个心来记你的话，互阮伫暗中看见光景，阮就欢喜来祷告谢你。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阮切灵光拢归给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
亲爱兄弟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出这伫圣殿，同心遮敬拜上帝。请咱即时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咱做伙来吟诗，吟诗讹罗上帝。愿感谢你，主耶稣。咱做伙开声来吟。来感谢主耶稣，为着山谷溪里的水，为着赤地树地的花，为着太阳。主耶稣，我心情感恩我因是你的民族为的大无比，感谢唱歌，哦罗无山。谢你主耶稣，为着他的家前所言，为着小主献乎人生，为着心情喜乐平安，愿感谢你主耶稣，我心情感恩我的因是你的民族为的大无比，感谢唱歌，哦罗无山，愿感谢你主耶稣。接下来咱来唱欢喜唱歌，学乐无煞。伫清早时，我要学乐。主的救恩入我心内，提醒我着真人为主做工。伫清早时，我要感谢主的听痛入我心内。温暖我软弱心智，予我勇敢。我要学乐，我要感谢，真心真意，福塞无山。我要学乐。
早拢换新，主的主爱，逐早去换新。咱真早时，咱来学罗主。你清早时，我要学罗，主的救恩在我心内，提醒我。早时，我要感谢主的听筒入我心内，温暖我软弱心志，予我勇敢。我要学乐，感谢欢喜唱歌，学乐无煞。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稳定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你是至权荣耀的上帝，阮要来学乐你，因为你是莫主爱、怜悯、活命的主宰。主啊，你用听牧养你的羊群，因带阮行伫平安的道路。主，阮感谢你，你伫阮生命中的每一个脚步，拢有你的同在，你的稳定扶持阮，你的信息永远无改变。主啊，求你，互阮伫至圣的真道造就家己，伫圣神的内面祈祷，保守阮常常踮伫上帝你的听当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听甲怜悯。愿阮哪久为哪听你，哪久为哪听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接续咱的吟，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我为了听你，我主基督，归了基督强逼，求你赐福，我心困求你。咱有听，上帝大声听咱，愿咱哪久哪会听主。叫我去掉世间，落地狱，我帮他。专心。
找你，强声祈祷无你，若有的若听你，话若听你。话若听你，现今所存的有信、有盼望、有仁爱，其中上大的就是听。亲爱兄弟，咱着踮伫至圣的真道，造就家己伫圣心内面祈祷，保守咱常常踮伫听的中间。愿咱为哪久哪听主。世间虽有艰苦，忧闷烦恼，你人有主同在，欢喜乐乐。我嘴今是无你，若久的若听你，话若听你，话若听你。我嘴今是无你，若久的若听你，话若听你，话若听你。愿主的听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当中，对即时到永远。只是请三个阿头来敬拜，请走啊！
神啊，你着静静，全无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在伫上帝，我的溃力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世间情人拢着点情，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伫赶路世间俗事，各项阮愿意受事，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16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三个人师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的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地府。
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下这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21篇，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是咱搁三个来吟圣诗，圣诗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坐来吟全首。
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至尊至权，阮的阿爸天父，阮深深感谢你。虽然伫生活中，阮拢有必须要面对的困境，超过阮所有法度承担的，总是你互阮看到阮的细囝伫工作到较晏时，倒来厝会讲一句“你辛苦啊”。阮嘛看到我的太太甲姐姐为着帮助我去做真侪学习，甚至比我家己搁较认真。搁有我的丈母，搁有教会的会友，拢真照顾疼惜我的囡仔。我伫侪所在看到你满满的恩典，我的心中充满安慰甲感谢。嘛知影为着我的亲友，我无真侪丧志的时间，我更加需要抓着你的圣手，大步向前。主啊，我嘛求你共款安慰我的身躯边有拄着困境甲病痛的人。伫前路无明的时，心内充满怨叹甲失志的时，拢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明白，阮跋倒的理由有千千万，总是上帝永远愿意伫咧阮想要爬起来的时阵扶持阮，加添阮料想袂到的恩典甲气力。伫阮软弱的时，上帝的恩典更加显出完全。我感谢上帝，伫今仔日主日，互宋牧师来到阮的中间，甲阮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开阮的智慧，互阮听到搁较侪美好的福音见证。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赞美，咱请圣歌队。Christus
这是咱三个来恭守上帝的话。咱来看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第1章19节至27节。雅各书第1章19节，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知遮个，若是逐人论到听着紧，讲话着慢，受气也着慢，因为人的受气无正上帝的义，所以恁除去朗诵肮脏甲过夜的恶毒，着用温柔来接纳伊所种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会救恁的灵魂的。22节，恁着做行道理的，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譬如亲像人伫镜里详细看伊本人的面，看过了就做伊去，念咪袂记哩伊生做啥物款。若是人自行伫迄个骄纵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常常住伫遐个，毋是听了话袂记哩的，是实在伫用功的。即号人，伊的所做要有福气。26节，若有人掠家己做敬虔，也无约束伊的志，就是骗伊家己的心。即号人的敬虔是空空，独独眷顾孤儿寡妇，伫因的患难中，搁家己手无互世俗目着，这伫白上帝的面前，就是做清气无拉衫的敬虔。以上，正道题目是边做边学，请宋牧师。弟兄大家平安。咱先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伫一个礼拜开始，你互调管。通到你的面前，做伙甲兄弟姊妹来敬拜你。主，阮知影这是你互阮每一个人的恩典，因为你互调阮毋是一个人，是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你互阮伫信仰群体中间，彼此来起造，彼此来装备，彼此相扶持。伫你的跳堂的中间，阮听见你的话，总是阮真忍者，阮真无够。主，阮需要你的信心引带帮助阮，互阮的性命伫你的内面结连，互阮伫你所设立的教会，你互阮食做光灯，食做盐，伫阮通去服侍逐所在，拢荣光上帝你的名。主，愿你的信心引带阮，伫早起时你的话，搁一摆入来阮的心，互阮的心听见你的话，阮就亲像伫跑走的路某共款，欢喜快乐，跟缀你。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今仔日咱要看的经节是伫雅各书的第1章的19节到27节。若是咱的兄弟姊妹对雅各书有一寡的熟，咱知影雅各伊咧写即卷册，其实就是一个批。即个批是要互迄个时阵伫初代教会，侪兄弟姊妹因为信耶稣宣告家己是基督徒的时阵，受到迫害，所以因需要四界逃亡。伫即个逃亡的过程的中间，雅各写即个批，甲因来鼓励，帮助因伫即个拄着真大困难的中间，因犹原欢喜尊叹上帝话。顶礼拜曾牧师伊讲道有分享着救恩、悔改甲顶头生。我毋知咱的兄弟姊妹咧听即个曾牧师讲道了后，对恁有啥物款的帮助甲影响？我想上重要是顶头生即个代志。当咱领受救恩的时阵，感谢上帝信心帮助咱。曾牧师嘛有提到讲，毋是靠咱家己通做啥物款的得救的代志。基督徒有一个真重要的，咱讲这是咱的信仰一个真重要，咱需要会知影的代志，就是咱无法度靠家己，互家己来得到救。
只有我靠信心。所以信心来是要来帮助咱看到家己的罪，通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然后领受这个拯救。耶稣基督代替咱的罪钉伫十架顶，就是上帝家己本身钉伫十架顶。所以今仔日咱咧读雅各书的时阵，对第1章开始到第2章，其实拢有真好的提醒。特别伫第1章，伊一开始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雅各望透过即卷册，即个批，会当帮助兄弟姊妹，会当食做一个完全一个焦备的性命。伫雅各书第1章的第4节讲，恁着忍耐到落尾，才会当达到完全佮完整，拢无缺点的性命。即款的完整无缺点的性命，毋是靠咱家己，是靠信心，靠上帝的引带。总是上帝怎样互咱来操练。拄则咱的即个圣歌队唱迄首诗歌，咱是大家真实的经节。大家可以读一下吗？英宏长老，你读者，恁拄则唱的迄个诗歌，嘿，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对。所以其实基督徒的性命就是安尼，伫即个真艰苦、爱吞忍、爱忍耐、爱操练的过程中间，咱是尊叹上帝的话。所以伫试炼、伫试探的中间，咱怎样回应上帝？这是第2个雅各望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跟对耶稣的人，拢会当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生活中间，然后尊叹上帝的话来生活。迄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我想咱毋管是伫咱中间的青少年，还是青年，还是咱的长辈，还是咱的成人，咱知影咱一生有真侪时刻，咱拢望照家己的需要，照家己的肉体的需要来生活。虽望咱知影圣经的教导是啥物，总是当咱拄着一寡代志的时阵，咱犹原伫即个挣扎的中间。你若是有挣扎，表示咱犹原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你若是拢无挣扎，直接照你的需要去行。我要安尼讲是较无礼貌吼，就是其实咱根本就无将上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诚做咱生命的主。因为我随望听见上帝的话，我随望来到礼拜堂坐个礼拜，我可能想讲，今仔日我来礼拜坐伫遮，我就是顺叹上帝。这只不过是第一步，这只不过是第一步。刷落来，咱听见上帝的话，咱需要回应上帝的话。所以伫雅各书第1章第1节到18节，讲到的就是透过试炼、透过试探，咱来装备咱的性命。咱伫忍耐的中间，我靠上帝，有望行伫上帝的引带中间。第2个就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怎样来回应上帝的话？有的兄弟姐妹讲，我着准时奉献，安尼就会使；还是讲我就是来到教会，我来服侍，安尼就会使。我想这拢真好。总是伫服侍中间，伫奉献中间，你是为着你家己来做，还是为着要荣光上帝来做？今仔日阮来到教会，有兄弟姊妹望家己的服侍是会当互人看见的，就亲像我徛伫遮，所有人拢会看到我。敢有人无看到我的？应该拢看到我。总是有的服侍是你安怎看拢看袂到。周间的中间，伫咱的教会有一寡兄弟姊妹会摒扫，即个除草，整理一寡的粪扫，互教会会当维持真好的环境。这是咱平常拢看无的。总是做即款服侍兄弟姊妹，因犹原心中欢喜。我知影，因的心中真欢喜，因为因的欢喜是因为上帝圣殿通食做一个清气的所在。每一个来到上帝圣殿的兄弟姊妹，伫即个真舒适的环境的中间，毋免烦恼；伫即个真舒适的环境的中间，通专心来敬拜上帝。所以求主帮助咱今仔日欢喜来到教会，毋是为着做一个例行公事。是望咱听见上帝的话时阵，咱就欢喜来行。总是这真困难，就亲像这个陈牧师顶礼拜讲到这个顶头诗。我想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洗礼的时阵，咱讲恭喜恭喜，你顶头诗啊！顶头诗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性命无过是我做我家己的主人。我若是继续做我家己的主人，其实我无真正顶头生。我若是无真正顶头生，其实我对上帝的意就是不冷不热，无感觉，就是听到哦安尼好。来，咱来看今仔日的经节，一开始就讲到，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吼，逐个人就急要听。我读的版本是这个现代台语译本吼，所以无啥共款。但是咱嘛是会当听，是看你的圣经都会使。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伫现今这个世代，鼓励咱就是你有啥物话，你就讲，你就讲，安尼就对啊，吼，你就讲。总是伫圣经是倒边的，圣经爱咱安怎？急要听，然后毋通急要讲。毋通安怎吼？毋通急要受气，因为人的受气无法度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咱伫听话的时阵，毋管是听啥物款的话，还是听讲道，还是你甲人讲话，还是讨论代志的时阵，其实咱就是安静伫听。伫听的过程的中间，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个会当听话的耳孔。这个耳孔其实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伫雅各伊的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咱爱用咱的耳孔去看。有当时咱只有听的时阵，咱听听无清楚，然后家己误解才会意思，还是家己去想象才会意思，所以可能咱就会生气，咱就会误会人，咱甲人的关系就真无好。总是圣经甲咱讲是倒边的，是咱就是听，然后咱莫急来讲。伫咱的信仰的内面，咱应该爱学习，亲像主耶稣共款。啥物款的性命的生活，就是咱爱控制家己的嘴，勒住自己的舌头。这款勒住自己的舌头，甲现今的这个世代爱甲咱讲的无共款。咱看耶稣基督伫行这个苦路的时阵，伊嘛是真无咧讲话；受审判的时阵嘛是真无咧讲话，真安静。这款的敬虔，就是咱愿意有准则来讲话，有准则来讲话。我举一个例，有一个青少年，伊想要拍篮球，然后伊就去参加学校的考试。迄个青少年真悬，差不多190左右。今年将中1年。伊真欢喜的，因为伊会当随队练习吼。这个随队练习就是表示伊有机会会当加最正式的校队，所以伊就来到教会找另外一个已经是校队的一个应该大伊2-3岁的一个学生吼。但是因是无共款的学校，这个学生。伊就找伊练习，几个暑假拢来找这个学生来练习。这个学生嘛，甲伊鼓励讲，你安怎好，甲伊教这个基本动作，你就安怎来考试。结果这个礼拜，顶礼拜开学的时阵，这个将中1年的学生无调，足失望的。大家休乱休几个休乱，我拢来找这个学长来练习，结果无调啦这个时阵咱开始想你要安怎甲这个学生来鼓励？你要讲啥物款的话帮助伊？因为这个学生讲，虽然伊无法度加做正式球员，但是老师讲伊会当继续随队练习，安尼表示伊就是有机会，可能有机会当加做正式球员。这个时阵你要安怎甲伊鼓励？第一种，这个学长就甲伊讲。好，安尼真好，你会当继续随队练习安尼你就伫边仔好好练习你就是学弟啊啥物代志拢爱做你就尽量去做。有一天你就会当将一个人甲伊，这个不好意思台语我说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你可以把人挤下来，你就可以上去球队。你就甲迄个学生安尼讲，你就会当将一个人把他挤下来，你就可以上去球队。你感觉安尼讲话较好，有好无？不好，为什么？害头的要跟我讲，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
啊？不是挤下来，对。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可能咱听真正常的，迄无啥物啊。反正即摆社会就是人吃人，人挤人嘛，吼。我就搭伫你的头仔顶，我就去你啊。这个是现在的世界的价值观。所以其实咱看咱的青少年讲话的时阵，吼，有当时咱感觉亲像无毋对吼，那就表示我们渐渐的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这毋对，其实我听到了后，我就很语重心长的。甲迄个学长讲，我讲，你袂使安尼讲话，吼，因为当你讲，你若是当将一个人挤下来的时候，你就开始予伊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就是我要想办法针对一个比较弱的人，然后攻击他，让他下来，你就开始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总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应该是互相帮衬、互相杀扶持。所以我甲迄个学生讲，我讲，当然毋是我真敖，但是我甲伊讲，你鼓励伊尽量练习，鼓励伊吞忍练习，真辛苦，真正真辛苦。因为迄个学生，伊感觉讲我练习2个月遮辛苦，总是无对。其实伊真伤心。但是你甲伊鼓励讲，你着吞忍，你着继续来练习。有一天可能你嘛是有机会，但是你莫去讲别人啊，你莫去制造一个，互伊会当去甲别人抢迄个机会，迄款的无好的价值观。所以我要讲意思就是讲，上帝安尼甲咱教导，咱其实爱开始学习去做。就是亲像我拄则讲的，咱听到上帝教导，咱知影咱来疼人，亲像家己的时阵。其实迄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特别是这个世界价值观伫潜移默化的中间，一直咧影响咱的生活，甚至是伫在咱的生活的时阵，咱无法度判断这是正确还是毋对的，还是这是合伫上帝心意。所以为什么咱爱转来到圣经？为什么咱逐工读圣经？为什么咱需要上帝的话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加做咱的印带甲光灯？就亲像这个。受到迫害基督徒同款，当因感觉真励志、真伤心、真失望的时阵，雅各写即个批，要甲因讲，恁就是爱伫真艰苦、真困难、受到迫害的时阵，犹原爱持守上帝的话。因为当咱持守上帝的话的时阵，咱才有法度伫即个混乱，而且是敌对基督教信仰的世代中间。咱才有法度徛会牢，就像以弗所书讲到，咱爱穿属灵的军装，因为属灵的军装帮助咱会当甲魔鬼来征战，征战了后，咱毋是倒咧，咱是徛咧，才真正是胜利。所以求主引带帮助咱，当咱听起上帝的话时，咱就欢喜来尊叹上帝的话。所以求主帮助，伫圣经的中间讲啥物？咱爱有温柔的心来领受基督在前的道理，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爱有温柔的心。这款温柔的心，毋是我家己起造的，这款温柔的心是信神伫我的心内，为我备办一个通领受基督唯一的迄款的咱讲好的土地，好的土地。所以我要安尼讲。雅各伊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当咱决志要信耶稣的时阵，伫洗礼了后，毋是讲咱就完全圣洁，咱就离开这个旧的家己，还是讲离开这个无好的世界？毋是，咱犹原活伫即款的真济混乱的价值观，甚至是敌对咱的信仰的世界。总是雅各讲，咱需要。求主的信心每一天入来咱的心，然后咱每一天领受福音的活心，领受福音的更新，领受耶稣基督伫咱的内面，每一天咱爱活心。迄款的活心，毋是咱来到遮坐咧就会当得到。即款的活心是咱每一天爱亲近耶稣，亲近上帝。咱每一天爱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中。对我来讲，其实这嘛是真济学习。即马教会时间较济，对我来讲我是较济。
我真清楚知影一个代志，我若是无好好稳定来读圣经，其实我迄天就是真混乱，代志拢做袂了，也是讲我对我的囡仔就真无耐心。吼，这个我尤其是我迄真细汉吼，即马1年啊吼，参加咱的主日学，伊真欢喜吼，要来遮参加主日吼，因为顶届来的时阵，伊有真好的印象，所以就得要来吼。啊，迄2个大汉的无法度来，因为今仔日教会服务团契有即个灵修旅游吼，所以因就做伙去。上帝话伫咱的生命内面，其实咱才有法度知影啥物是上帝爱我做，啥物是我袂使做的。然后咱用即个，咱求主，互咱有温柔的心，是因为咱无法度靠家己来发生即款的好的领受上帝的话语，迄款的咱的生命。所以我一直咧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起造，拢毋是靠咱家己的手会当做啥物。有的兄弟姊妹真欢喜，伫教会以外来受到装备，我感觉安尼嘛是真好。总是咱永远爱转来到圣经，永远爱转来到团契，永远爱转来到教会。伫教会、伫团契中间，咱彼此的讨论；伫圣经的中间，彼此来分享。咱分享今仔日即个经节对我有啥物款的影响，也是讲咱咧即个查经班的时阵，当咱读到即个经节的时阵，咱会想讲着，这甲我的生活有够像的啊！吼，我举一个例，有一个嘛是青少年吼，因为我即马较侪甲青少年做伙，有一个青少年真趣味。阮8月底的时阵办一个即个同工造就营吼，就是要训练教会同工，因为今年我开始接青少年。我就讲，在训练过程中间，就讲到一个讲，圣经讲你爱疼人亲像家己啊吼。安尼，请问恁在座每一个，敢有人有法度疼我亲像疼你家己？正确答案是什么？无可能。当然无可能啊，吼！但是有一个学生讲一个，我感觉，这真正我拢无想过吼。伊讲，无使我无法度疼你亲像我家己。我讲为虾米？伊讲吼，你爱我疼迄个人吼，譬如讲甲我同款的学生吼，疼伊亲像我家己同款。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写作业啊。我爱我的方式就是我不想写作业，我想要打电动。安尼我若是疼伊，是毋是嘛叫伊莫写作业，叫伊甲我做伙去拍电动？伊讲安尼我就叫伊做毋着代志啊。我讲吼，嘛是的吼，即款我真正无想过吼。这个囡仔真趣味哦，真趣味吼。我讲安尼要安怎办啊吼？但是圣经讲就是爱疼人亲像家己啊。伊讲安尼只有一个方法啦吼，就是我家己爱忍耐啊吼。因为忍耐就是。我虽然无想要即马写作业，但是吼，我永远要忍耐，所以我叫伊甲我做伙写了，阮2个做伙拍电动。我讲安尼嘛是会使，就是对伊来讲，伊爱疼人亲像家己的时阵，这个囡仔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咱时常是照家己的需要疼家己，咱毋是照上帝教导疼家己。今仔日早时要来礼拜。想一下要不要来？好，想一个，要来无？暗时有团契，有查经班，要来无？想一个。我较想要踮厝吼。今仔日有啥物好看的吼？还是今仔日甲同学约好线上拍电动？哇，足侪吼！疼家己。有当时咱感觉讲，这毋是疼我家己啊吼，我就忍耐啊，是安怎吼？其实这就是疼家己，还是讲？咱即个有个兄弟吼，真爱伫网络顶悬买物件吼，看这应该是会当用吧吼，应该是会使啦吼。其实不一定用得到，但是咱就是疼家己想要买啊吼，就是迄款买物件的感觉真爽快吼，就是想要买啊吼。所以这个囡仔讲这个代志，我感觉真重要。伊提醒咱时常是照家己的需要疼家己。
亲像教会，我感觉咱的教会真好，有一个真好的传统，就是咱会定爱留互较需要的兄弟姊妹来停车。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咱定定停车的时阵吼，就是紧哦，找到一个位吼，甲伊停落来。其实教会讲一个真好的，就是咱甲这个定留互迄个需要的兄弟姊妹。我若是听我家己，我就毋免遵守即个代志。我就是你来听吼，就是咱若是听咱的兄弟姊妹，咱知影伊真需要，咱就愿意停伫较远的所在，然后行入来。我感觉这是基督徒的使命的表现，就是我愿意照上帝教导来听我家己，来听我的兄弟姊妹。所以即句话，咱时常会解说是。我用我的方法听我家己，所以我无法度去听其他的兄弟姊妹。但是咱今仔日若是照上帝的教导来听我家己的时阵，我就知影要怎样来听我身边的兄弟姊妹。所以有当时咱莫忽略青少年因的分享、因讲的话，有当时上帝有愿透过因来提醒咱这个。久吼，伫教会的基督徒，因的使命其实有真侪真丰盛的所在，所以咱搁较爱注意伫教会细囝甲青少年的事工，因为因若是坚固徛在咱的教会，有愿会当徛起伫这个所在，诚做光灯，诚做盐，诚做侪人的祝福甲帮赞。所以咱求主帮赞咱领受上帝所栽种的道的时阵，咱听了。咱就爱诚做迄个活出来的人，这个顺序是袂当倒并的吼。为什么？因为第一代基督徒认捌主了后，信主了后，一个心，足热心的吼，啥物代志拢做到有一天吼，无我来上这个装备的课程，上了就感觉讲这个教育较重要啦吼，这个神学较重要啦吼，安尼就啥物拢无要做。这拢是两个极端啦吼，所以咱的使命就是哪做哪学，中文叫做做中学。咱的使命是听了，咱就来做，不断做，继续学，吼，咱做，吼，咱就来学习，吼，亲像我第二个囡仔，伊即马是彰工汽车科2年级，吼，汽车科咱拢会想着讲后摆吼，就是爱学驶啊，吼。所以伊即马伫学校做足侪代志哦吼，有一届吼，伊就互老师处罚，为什么？因为因伫工厂，因拢叫实习教室的工厂，修理奥多麦吼，修理了真欢喜啊，因为考试考了吼，就是手作啊吼，伊就跳起来摸迄个墙壁就有他的手印，就被老师处罚。我就想讲，为什么会互老师处罚？好，因为伊讲迄个教室内面有写那个就是要谨慎啊，要注意安全，要小心啊，吼。你这个动作就是你唔知会发生什么款的危险吗？对这个老师来讲，这是工厂的，你哪会当凊彩后壁安尼跳起来就凊彩懵一下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好的吼，就是互这个囡仔一个提醒，一个警醒，就是你知影这个规定，但是为什么你搁要安尼做啦？吼，就是伊藐视这个规定。所以咱无欢喜照上帝话来行的时阵，是因为咱藐视，咱看轻上帝话，伫咱性命的迄个分量、那个重量。每一个基督徒顶头死了后，其实咱就有稳定，啥物款的稳定？就是通倚靠信心的引带来行上帝爱咱行的路，来活出上帝的愿意。所以我要搁讲一解，毋是靠咱家己通做啥物事，倚靠信心。所以咱听到上帝的愿意的时阵，咱就爱欢喜来行上帝的道路。好，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伊的生活会当咱讲平衡，是咱听到上帝的话，咱就欢喜来甲伊行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平衡的生活，一个真平衡的生活。你若是有圣经吼，请你会当掀开到这个第6章，咱的第1章的25节，吼，第1章的25节。
有的人听到道理了后，无法度做，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方法，就是拄则一直讲，就是爱读圣经。读圣经，第250讲啥物讲？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佮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哩。咱中间有老师拢知影，学生今仔日教一个数学了后，就是爱练习，还是教啥物课了后，学生拢知影，就是爱开始复习。复习了后，就是逐工做，特别是读英语、读数学拢共款，你逐工拢爱做。你做了，你就熟练，你就看到题目，你就袂紧张，你就知影这是啥物，这是啥物。所以咱的信仰嘛是共款，也是讲咱伫工作兄弟姊妹，你做的代志若是较技术性的，你嘛是逐工爱 repeat， 逐工拢爱做，逐工拢爱做，你就越来越熟练。所以，咱的信仰其实就是安尼，甲咱教导，总是咱时常甲信仰甲咱的生活甲伊分开。咱感觉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其实伫圣经早就甲咱讲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详细查考上帝的话。伊的原本的意思就是，你爱将你的头规个头安尼甲伊埋进去圣经里面啊，埋进去圣经里面，不是远远的看着无明，啥物拢看袂清。你爱甲你的头壳安尼直接埋入去带入去这个圣经内面，你就是爱伫圣经的内面来生活，伫上帝话语的中间来生活，然后爱坚持不懈，伫这中间坚持不懈做什么？就是爱读上帝的话。咱即马拢有3C 产品，3C 产品，你的手机啊，你的电脑，你的手表，一段时间你拢会做啥物代志？哈？更新，还有呢，同步，对不对？咱就会同步嘛，一定爱同步啊，无手表的迄个 schedule 甲这个电脑无共款，安尼就无法度对照。所以咱一段时间拢爱同步，还是今仔日我就同步，啥物拢爱同步，你的生活就较有次序。所以共款，咱爱甲圣经同步啊，咱的生活就是爱甲圣经保持同步啊，亲像歌罗西书讲到，咱伫上帝道的内面是丰盛的，这个丰盛的道带伫咱的内面，咱就顺探信心来生活，咱就是爱同步伫这中间，同步伫这中间。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同步简单啊，就是我的生活拢真顺遂的时阵，我就会当同步，是毋是？啥物拢真平安，啥物拢照我意思来行的时阵，我就会当同步。但是当咱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恁敢有法度同步？咱敢有法度同步？有一个宣教师伊去美国读册的时阵，伊是台湾人，去美国读册的时阵才信主。信主了后，其实伊是一个工程的博士其实生活拢真好。太太甲一个查某囝。差不多是18年前，应该是19年前伊决志信耶稣了后，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要去中国宣教。伊的名叫做林大卫林大卫宣教师。伊想要去中国宣教，伊就开始准备要去中国。一段时间了后，伊真正去中国宣教。当然，咱知影去中国宣教真危险，你随时拢会互因掠起来关，毋知是死还是活。就安尼，互伊用无共款的身份入去中国开始宣教，会真正有一天就互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掠去了后就关啊，开始关。关的时阵呢，伊讲伊去年才透过美国的那个就是交换那个没有讲，交换一些政治犯的方法，甲伊挖出来把它换回来伊讲伊入去关伫家的时阵，其实伊的太太甲查某囝拢真紧张，因为毋知影爸爸会活伊转来是袂啊但是伊讲，当伊入去家的时阵，伊心中有一个真深的感动。伊讲，若毋是上帝允准，我今仔日无可能
互中国政府抓起来，然后关伫即个所在。所以对即个时刻开始，我要开始传福音讲道。伊互政府抓起即个家家内面，咱若是有听过，就知影讲，在里面真是生不如死。你毋是互即个狱卒拍，就是互因关伫即个真细间的房间，亲像关禁闭共款。逐工就是安尼，逐工就是安尼。但是伊完真欢喜，迄个甲伊关做伙的人来传福音。哇，安尼传福音，结果迄间吼，就真乖啊吼。啊，当然这个监狱的这个狱卒，他们就这个警察，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人吼伫遮作乱哈，随便吼这个真变罪真好，啊无吼就甲伊搁放伫另外一个更凶狠的犯人的那一间啊，一段时间了后，遐个人真侪人嘛信耶稣，反正伊逐工就是传福音讲道。伊嘛毋知伊到底会当出去还是要当出去。伊讲伊啥物拢毋知，但是伊知影讲伊的查某囝一直咧想办法爱甲伊救出来。一直到旧年，就是有一个法令通过，会当咧交换的时候，伊就互美国政府甲伊换转来。伊换转来的时阵，拄好就是拄着礼拜，伊随去咧讲台顶悬开始讲道。伊有完讲一句话，伊讲伊感谢主，因为若毋是上帝允准，伊无法度伫家家内面传福音互遐个人。所以伊把握每一个会当传福音的机会，就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伫个28章，甲咱讲啥物？每一个人拢爱奉主耶稣奉信神的名，互爸囝信神的名，到地极去传福音。所以伊掠着上帝的话。伊伫真艰苦的时，伫伊看毋到明仔载会活还是死的时，伊犹原把握机会，甲伊身边遐个犯人来传福音。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伊互上帝呼召，诚做上帝囝儿，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的身份，就是跟对耶稣的人。基督徒就是跟对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伫这个世上传福音，互每一个送乡，互每一个无听过耶稣的人，互因通听见上帝救恩。所以伊把握机会，听遐个犯人，亲像听家己共款。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伊若是无甲因讲上帝拯救，因无机会悔改，因就无法度顶头生。所以伫家家内面，伊犹原欢喜安尼做。有当时咱拄着困难，咱就开始埋怨，咱就开始讲上帝为什么你要安尼对待我？上帝为什么你无互我照我的基督来行？当然这是人性，这是咱的本性。总是我毋是讲咱的本性，咱就照安尼来行。咱若是欢喜，逐工互信心来充满，逐工读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真正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拄着任何的艰苦、困难、挑战，甚至是性命拄着危害时阵，咱犹原欢喜，记着上帝的话，跟对上帝教导。所以最后我要讲，其实第1章甲第2章伊要连做伙来看，但是咱今仔日最后要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咱讲话犹原爱有准则，因为伫讲话时表现咱的性命，伫讲话时表现咱的性命。耶稣讲，咱讲啥物就表示咱的心底想啥物。今仔日咱若是讲安慰、造就、鼓励人的话，就表示咱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中。所以兄弟姊妹，你想要去做的是啥物款的地基？记录甲福音第6章47到49节。你若是看会有，咱做伙来读好无？请。所以听我遮的话，各识戏的人，拢亲像聪明的人，甲厝起伫石顶，河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嘛倒，因为起伫石盘顶。听我遮的话，无识行的人。
甲厝迄伫山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就倒，个倒甲真厉害。这段经查咱拢真清楚，起伫石盘顶，就是起伫上帝的内面，起伫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迄个石盘。咱的性命欢喜起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耶稣讲即句话，咱时常会当听见。有耳孔通听的，就应当爱听。所以耶稣讲的，毋是只有听，搁较重要是咱爱顺探耶稣，顺探信心的引带，咱来行即个基督徒的性命，来行咱的人生，咱的性命通称做荣光归乎上帝。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引带阮伫早起时，主阮恳求你，继续帮助伫阮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主，阮知影阮真欠缺、真软弱，阮无法度靠阮家己有一天得救的生活甲性命，只有我靠主。最后说，你早着为阮来牺牲，早着为阮来告我，怎安尼阮通有领受顶头生的性命？怎这个顶头生的性命，就是听见你的话，阮就欢喜来跑走，来学习你的模样。感谢主，愿主你使用阮。互阮的性命通荣光上帝你的名，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即是咱做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335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起立，认全首。
这请坐，只是请准备心来奉献。这请坐，这是咱来行平安礼。首先，咱来介绍两位今仔日来参加礼拜的姊妹。哦，咱詹雪珍姊妹甲曾玉翠姊妹，好，来，我好，咱来唱耶稣听你，咱互相彼此请安祝福，上帝听，甲咱在座的兄姐以及线上的兄姐，拢直直，永远直直。咱刷来敢有生日的，踮个咱今日敢有生日的有来，好无？好，安尼咱请宋牧师来为咱生日的甲。迄个就是咱即礼拜，咱所有兄弟平安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献上感谢，因为你创造阮每一个人，也伫无共款的日子，
你互调我来到这个世上，主你互调我伫你的内面顶头生。主阮知影，阮一生的年日，毋是阮家己会当决定，总是主你愿赐福伫阮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生日的时阵，搁一届有新的一年，伫新的年会中间，主阮恳求你开因的心，开因的目睭，开因的耳孔，互因每一天的生活，互主你来引带。互因搁较侪来明白你的恩典，互因的性命搁较侪伫你的信心的引带中来得到坚固，祝福因毋若是只有身体得到健康，因的因这个关系，因的工作，因家庭的关系，因的需要，求主来满足因，只有你独独伫因的性命内面，因就得到满满丰盛的祝福。主啊，阮也为着伫教会中间需要的兄弟姊妹，特别身心欠安，还是咱的中间的每一个心中有主，还是身体真衰微的兄弟祈祷。主啊，恳求你也祝福因，伫真困难的事、艰苦的事，主啊，伊玛内利的上帝，你伫因的心中加做因的愿望甲快乐。伫新的礼拜，求主因带阮。互阮的性命通荣光上帝你的名，互阮的性命通为主你来做水搁好的见证。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即时我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5人，现金7780块；主日学出席6人，现金180块。拜三祈祷会暂停。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下早9点甲下暗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请刘宇生执事，领诗请陈忠成长老，司琴请陈美秀执事，诗献甲交台请张世昌执事甲我本人，爱餐比餐请郭一玲执事，新眼光读经表请咱教界顺序来领修，集体交通本主日感谢宋继贤牧师前来正道。咱甲宋牧师，谢谢，感谢。好，第二，咱本主日圣经学院奉献主日，请为教育事工关心奉献代祷。第三，9月份圣餐甲中职会改伫9月14号。第四，9月20拜六下早10点。喜乐保育院创立60周年感恩礼拜，邀请大家做伙前往上赞感恩，迎接喜乐新纪元，欢迎报名参加。第五，咱杨那村技术纪念奖学金申请的资格，大学70，高中70，高职75，国中75，国校90，请赶紧交咱的成绩单，咱是113学年度第2学期。第六，请为着生日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请过界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着身心欠安的庄严、庄恩举、黄宏仁，以及为着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为着教会青少年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第三，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四，为着出国在外青年刘玉明、林怡轩、庄爱玲、陈恩君、刘玉君来代祷。以上，这是咱来任上言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仁
时煞请宋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一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